歡迎返到嚟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一單剛剛發生喺日本嘅失蹤命案。呢單發生喺2026年3月至4月間，關於一位小朋友安達傑希嘅故事，好多人都聽到好唔開心。佢就喺京都府南丹市立丸部小學5年級嘅學生安達傑希，佢得11歲嘅啫。早於3月23日嘅上午，安達傑希就喺參加小學畢業典禮嘅途中，由佢繼父揸車送到去距離校門200米左右之後，就離奇消失咗。跟住失蹤咗3個禮拜之後，4月13號傍晚，喺南丹市丸部町嘅一處山林中，發現咗一具兒童嘅遺體。最終，警方喺4月14日正式確認遺體嘅身份就係安達傑希小朋友，但係解剖嘅結果顯示死因不明，但係推測佢嘅死亡時間早於3月下旬。呢一單案有好多疑點。首先就係佢嘅書包同佢嘅鞋喺分別2個反方向嘅地方嘅山區俾人發現，而部分嘅遺體亦都喺警方嘅地氈式搜索之後先突然出現部分遺物。外界有人質疑有人刻意誤導搜查，而且案發前佢本來係同佢媽媽同佢繼父前往台灣旅行。由於案件疑點重重，好多日本網民已經對佢繼父嘅職業背景同埋案發經過表達咗高度嘅關注。隨住案情嘅發展，日本論壇有好多質疑聲音。除咗話佢嘅繼父只係得24歲，同安達傑希嘅媽媽32歲結婚，兩人年齡差距8歲之外，網民更加懷疑案情不單純嘅關鍵在於繼父職業背景。有鄉民爆料，呢個繼父就係曾經喺當地嘅野生鳥獸捕獲個體減溶化設施工作，簡單啲講就係專門處理野豬同埋鹿嘅屍體，係利用一啲特殊嘅細菌進行分解屍體。哇！可以喺短短1日之間就令到肉同埋內臟溶化，甚至骨頭同角都係幾日之間就可以唔見㗎喇。網友紛紛揣測，科學搜查研究所喺遺體發現後立刻進駐現場，係咪就因為呢個繼父有處理過屍體、動物屍體嘅專業背景有關呢？目前京都府已經正式，警方已經正式針對所有疑點進行深入嘅調查。最終究竟係點呢？我哋暫時未知。但係最初我發現呢一單案係源於喺一個講日本事務嘅專頁裏面發現嘅，就係幾日之前某個專頁就分享咗呢個男童失蹤嘅事件。當時已經引發關注，就係因為案件有好多迷離嘅地方。最初就係話，明明佢同佢嘅媽媽同埋佢繼父第2日就會去旅行，但係之前嗰日咁樣失蹤，令到大家覺得會唔會同個旅行有關？其次嗰一日，原來佢個繼父車咗佢返學之後，佢係有向自己公司申請假期，話我今日返唔到嚟啦，咁就令人非常之懷疑。仲有，究竟呢一個年輕嘅父親會娶佢母親，係咪大家想象中都會有時覺得呢個只係得20幾歲嘅男仔，其實未必適合做一個繼父嘅？嗱，呢一單案因為受到關注，最初喺安達失蹤嘅時候，發現佢根本冇出席過畢業典禮，去到中午嘅時候，校方就已經睇晒所有 CCTV， 結
果發現佢根本冇入過佢校園，所以屋企人亦都好快就報咗警。警方亦都好關注呢件事，因為學校嘅位置附近係好多山區，動用超過1000名嘅警力，好快已經去搜查晒所有嗰啲山路啦。喺失蹤期間，警方就陸續發現一啲關鍵嘅證物，包括3月29日先喺學校嘅西北方3公里嘅山區尋獲安達嘅黃色書包，而最奇怪就係佢嘅書包係好乾淨，但係喺佢失蹤之後，其實都落過好多大雨，點解個書包又會咁乾淨呢？去到4月12日，又發現一隻同佢當日着嘅特徵非常之近似嘅黑色 Nike 波鞋。值得注意，警方就喺24、25同28日都3次喺書包發現嘅地方揾嘢，但係冇發現任何嘢。但係第2日又忽然間出現，引發網友懷疑係一啲人事後遺棄咗喺現場。鄰居亦都透露，安達平時同屋企人感情緊密，佢屋企嘅長孫受到60多歲嘅祖母痛愛，祖母差唔多日日都親自接送佢去屋企附近嘅校車搭車嘅喎。而安達嘅媽媽喺舊年先至年底同呢一個男人，即係安達嘅繼父結婚，一家3口就本來計劃趁住春假去台灣旅行，安排好晒嘅行程，結果出發前就發生呢單嘢。有消息亦都話，其實安達同爸爸關係亦都係好好嘅，除咗阿嫲錫佢，爸爸都係喺案發之後表現出非常之震撼，十分之傷心，因為佢同個仔嘅關係其實都好好，但係佢就唔係住喺依家安達嘅地方附近，所以可能未必能夠第一時間就嚟到現場參與搜索行動。京都府嘅警方今日亦都正式進入男童住所進行家宅搜查行動，好明顯升級，亦都對多名親屬展開非強制性問話。上午7點左右，大批人員就去到佢位於原部町嘅住所，現場亦都有大範圍嘅警戒線，屋外嘅儲物室甚至乎庭院都有逐一搜查，利用捲尺量度建築物同道路嘅尺寸，對環境有拍照取證。警方表示，根據遺體嘅發現狀況同種種唔尋常嘅跡象，就認為有必要進行強制性嘅搜查。目前正以涉嫌遺棄屍體罪名偵辦。搜查人員亦都話，案件存在多處極不尋常嘅疑點，包括頭先所講地理位置矛盾，遺體喺13號下午喺學校西南約2公里嘅山林發現，呈仰臥狀，冇掩埋過嘅痕跡。但係男童嘅書包就喺上個月底喺學校以西約3公里嘅山中尋獲，黑色運動鞋亦都喺日前距離學校6公里另一處山頭俾人發現。遺體同唔同嘅遺物散落喺3個唔同方向嘅山頭，肯定似乎唔係男童自行可以行到去嘅地方導致。第二，儘管個男童嘅父親即係繼父供稱3月23號早上8時車過佢去學校附近落車，但警方事實上翻查所有 CCTV 都係冇見到男童嘅蹤影。呢個都非常之可疑噶啦。仲有呢個學校大鑊啦，校方延誤通報，班主任喺當日早上8點30分，其實已經知道呢個男仔缺席咗個畢業典禮，但竟然去到11點50分先通知家長，錯失咗早期搜救嘅機會。應該咩喎？司法解剖結果亦都顯示，男童身上冇明顯刀傷或者刺傷，死亡時間頭先講係3月下旬。由於現階段都唔能夠確定具體死因，加上遺體發現地點
並非第一現場嘅可能性亦都極高。警方就重點詢問男童多名親屬，包括佢嘅繼父同母親，以釐清男童失蹤當日嘅真實情況同埋家庭背景。喺呢一單案，大家喺當中覺得最質疑嘅，始終都係覺得呢個男童嘅繼父，佢應該係一個嫌疑人㗎啦。但係究竟佢係咪真正嘅兇手，定係有其他人物牽涉喺當中呢？例如有好多旁觀者嘅猜測，因為呢現場嗰間屋有好多人都聽過有一啲吵鬧聲，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開心嘅一家三口。會唔會有人喺屋企被虐待致死，最後又諗到一啲方法，就將佢棄屍喺一啲地方，再將其他嘅遺物分開咁樣拋棄，以引導警方去一啲錯誤嘅方向呢？呢個亦都令到人哋感到好心寒。呢個年紀嘅小朋友本身應該喺充滿愛嘅環境成長，但係父母嘅離異就係傷害咗佢哋啦。有啲人甚至乎會將心中嘅怨恨發洩喺小朋友身上，所以呢個故事好多人認為後父繼父嫌疑最大，但亦都有人會開始懷疑佢阿媽會唔會為咗展開新生活而狠下毒手。大家有咩睇法？不妨話我知，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故事。拜拜。歡迎大家嚟到月山精靈說故事的人，呢一個 channel 係為大家講唔同類型嘅故事，有奇幻，有迷離，有詭異，有啟發人心，期望為大家帶嚟更加多有趣嘅內容。歡迎你透過 PayMe、Super Thanks 或者轉數快去支持我，你哋嘅支持能夠令我更加有動力去製造更加多嘅內容俾你。我哋下一條片再見。